各位晚安，Welcome 無啦無啦。現在時間2026年1月17號星期六晚上11時30分，距離星期日仲有半小時，距離星期一仲有24小時30分鐘。唔好講啲咁掃興嘅嘢，但係對住個電子樹窿講嘅嘢又點會唔掃興呢？有啲咩方法係唔掃興嘅呢？唔掃興嘅話，都自己同自己講咗啦。講得喺個電子樹窿嘅就一定係啲掃興嘅説話啦。我翻屋企嘅話呢，即係好似上集定前集，總之最近都有提及過噶啦。基本嘅一個動作嘅話，就會係去同或者係可唔可以叫同呢？或者係叫陪家母去睇電視咧。咁陪家母也好啦，甚至乎有時佢係用，無論佢係用咩台啦，即係嗰個咩有線啊，開電視係。開電視也好啦，即係任何一個台都好啊，大台都好啦，揾新聞台嚟做呢個背景音樂，即係將一啲新聞台就係細個唔知道新聞有咩好睇，所以一定係唔中意睇新聞。反而細個係睇即係家父呢。又唔知點解歡喜睇亞視喎，咁所以我都歡喜睇亞視喎。咁亞視有啲咩睇呢？往常嘅話呢，即係可能講緊大台都未興報呢個國家新聞嘅時候呢，咁亞記就好似都撥咗啲時間去報唔同嘅地方，即係國家唔同地方發生嘅一啲可能又唔會話太大單嘢，即係可能有啲民生嘢啊，可能係講耕種嘅情況如何啊，跟住可能講啲小意外啊，總之古靈精怪咩都有，或者係乜都有啲嘅咧。我亦都唔記得咗嗰個環節叫咩啦。總之係好中意睇嘅原因係唔知點解中意，總之就中意啦。可能係咁隔離台冇啊嘛，得你有啊嘛，咁咪可以望多啲一啲有趣嘅東西咯。可能係咁嘅原因。到唔係個成年之後啦，成人之後啦，睇新聞又可能係點呢？點解要睇新聞呢？係想更新下自己，或者想睇下發生咗啲咩事，或者調翻轉嚟講係想睇下有啲咩事發生，咁所以先會睇新聞。然之後到我諗係喺 Covid 打後嗰幾年，即係講緊19打後，即係眨下眼呢，原來有差唔多10年㗎啦。新聞有咩意義呢？因為經歷過嗰陣時沙士嘅時間，新聞係每日報幾多宗數，然後新增咗幾多，又有幾多個人去咗咯噃，一啲千篇一律，每天都會發生嘅一啲嘢。近年係哪怕係一啲千篇一律嘅嘢，一啲好平常嘅嘢，一啲好日常嘅嘢，可能講緊，就算講緊朝頭早呢，太陽係會出嚟嘅。黃昏打後呢，個月亮係會出嚟嘅。係太陽先生就而家去瞓覺啦，即係可能講緊一啲你阿爸係男人，你阿媽係女人嘅一啲常識事也好呢，都係去到懷疑下
其實人哋老豆會唔會係原本冇丁嘅咧砌上去嘅咧？即係呢個係一個我知一個好差嘅例子，但係去到一啲睇落看似係冇邏輯冇因果嘅嘢報咗出嚟嘅話，啲人又會去盲目麻木咁樣相信呢樣嘢係家務都有佢嘅概念係咁，人哋新聞報啊嘛，咁新聞報嘅一定係真㗎啦，點會用假嘅啫？新聞點會報假嘢嘅啫？呢個係一個普羅大眾應有嘅一個想法，冇錯。新聞就係報咯，陳述事實就係新聞啊嘛。不過都係一切隨緣，就係咁嘅意思。係隨緣係當你認知到其實有啲新聞佢唔報導係一直做得好啲嘅，已經叫做得好啲啦。做得好啲嘅就係佢陳述緊嘅事實，但係佢會以對佢有對唔知咩人有利嘅一啲角度去陳述事實，或者係以一個總之係會偏向，即係所謂嘅偏頗，係可能會向着某一啲人，然後可能係對某一啲人去潑污水也好啊，放暗箭都好啊，即係同一件事可以有好多種角度、好多種做法、好多種言辭、好多種方式去報導、去進行呢個陳述事實嘅做呢個活動。即係雖然好簡單。新聞就係陳述事實，但係事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啊！哪怕我係唔會加入任何情感嘅嘢都好啦。咁首先我報唔代表純粹咁報，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可以加好多嘢啦。其次係咁發生咗，我都可以唔報噶嘛。然後唔報又係唔係真係冇發生到呢？又與事實與世界嘅事實又未必相符喎，但係唔報就冇人知啦。所以最簡單嘅一個講法係，因為再退後一萬步嚟講係話，其實呢種做法呢，理應就存在咗好耐㗎啦。即係一直玩手，可能又係從古至今都係咁樣做法㗎啦。即係啲消息嘅流傳啊，呢個新聞嘅流向啊。並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係最近先有改變嘅，呢個歷史重演定係歷史不變呢？呢個不變嘅沒趣世界咯，就係當有一個咁樣嘅認知出嚟嘅話呢，咁可能就會覺得好悶，好乏味。乏味在於唔係所報導嘅新聞消息有幾咁沉悶，而係當認知唔知點解會知道一啲真實嘅時候，然後你又會睇到其他嘅人去報呢個真實嘅方向啊、角度啊，怎麼樣去扭曲啊，怎麼樣嘅有趣啊，怎麼樣嘅無稽啊，然之後就會覺得咁多年都冇變嘅。係啊，其實講緊數以百計年啊，可能數以千年計啊，都係就係冇變過咯。冇變過之餘，亦係可以諗係冇人去變啦，定係唔需要變啦，即係會衍生到好多無謂嘅問題。但係呢啲問題點諗都好呢，一諗就已經係輸啦，所以就唔諗就好過諗啦。新聞啊，現代即係我可以用兩句簡單嘅説話去涵括。簡單去講一啲對新聞嘅認知，有時一啲報導啊，哪怕可能係講緊有一啲話語，有一啲説話，去到最極端嘅時候啊，唔俾講係因為唔講都係人都知。當一啲人所共知嘅事發生咗之後，但唔報，就係想減少
係人都知嘅情況之下，盡可能少一個人知，得少一個人知，所以唔報。而相反，當一件事佢係咁唱出去，係咁廣告天下，係因為有一定嘅機率，係因為呢件事可以與事實不符，所以佢要將呢一種錯誤嘅扭曲嘅認知唱通街，植入去每一個人嘅腦裏邊有個認知，因為將一種唔係事實嘅嘢灌輸去唔同嘅人嘅腦裏邊。咁正因為每一個人，哪怕係自己識揾方法，或者係自己有方法、有渠道去知道、去分辨某一啲事實，所謂嘅真、所謂嘅假，而做得多嘅時候，亦都會覺得可能好沉悶、好厭倦，亦都係知道咗真假之後，跟住就會反問點解？哇，明知件事係咁嘅，你調翻轉頭咁講都得嘅，跟住就會覺得理佢係真定假都好，就係唔想知咯。首先有好多嘢就係真定假冇所謂啦，知道可能會令到有好多嘢我都覺得知已經好好啦，但係有陣時知呢個行為呢，都會對自己造成不必要嘅傷害。知道咗一啲自己身心都唔可以接受嘅一啲事實，或者接受不能，生理上或者心理上任何層面或者精神層面上面任何接受唔到嘅真實，知道咗之後可能會惋惜或者嘆息啊，點解我喺呢件事裏邊會完全幫唔到手，或者揾唔到可以幫手嘅方法，或者係我就算知道咗呢件事都好，我都冇可能去做到任何嘢，從而去怪責自己點解會用唔到、行動唔到、做唔到任何嘢，即係會有好多唔同嘅負面嘅嘢產生咗出嚟嘅。咁所以其實我又覺得知同唔知對件事可能冇影響，為之而知亦都係同頭先所講話，有好多嘢知已經好好，但係知咗之後所衍生出嚟嘅一啲心理上嘅層面啊、精神上面層面嘅影響，咁所以無知是福同一切隨緣呢，中庸之道咯，咪又係講緊呢幾樣嘢啦，就係知太多、知太少都唔係太好嘅，知道適量就比較好啲。咁起碼唔會太過火，但係你又要拿捏到中間個位置喎。咁所以你唔好令到自己太沉重嘅感覺。咁所以咩都唔知嘅，咁咪嘻嘻哈哈咁樣過咗一日，咁咪唔錯咯。即係得出嘅結論會係咁咯。咁所以偏向知同唔知，我只可以係話唔到自己決定咯。所以講咁耐都係，即係講咁多年都係咁講。就算即係時機一到啊，緣分一到啊，即係你想知嘅也好，唔想知嘅也好，你想發生嘅事也好，唔想發生嘅事也好，佢都係會拖你後腿啊！佢都係會俾你知、俾你見、俾你睇嘅。到時就係一個真正嘅考驗，到底係點樣消化啦？自己點樣應對啦？又或者係自己會唔會係採取咩嘅行動？就係因為避免有唔同嘅行動，從而因呢個行動而再衍生另一啲，即係介入咗喺唔同嘅視像當中。所以打從一開始咩都唔知嘅話，就係一種幸福咯。因為你冇去動一個會做任何嘢嘅念，你唔知咁就想動都冇得動啦。咁如果世界係要你動嘅話，當然係唔知嘅，你都可能係唔覺意做咗某啲嘢啦。但係呢個係 special case 啦。結論係即係講咁耐都係個廢話嚟嘅。知又好，唔知又好，其實都可以講係唔到人類話事，但係你採取以怎麼樣嘅角度，或者你用咩嘅手段、咩方法去將一件事實去講翻出嚟、轉述出嚟，話俾人知嘅話，呢個係有得選擇，呢個係有得揀。
即係用咩方法俾人知，或者用咩方法講俾人知，呢個係人為嘅，並唔係隨緣嘅。咁你做嘅一啲傷害緊他人嘅嘢，我又覺得雖然話係冇後果啫，即係俾你拖落水嗰啲人，又唔係直接俾你拉落水，咁係唔係就會冇關係呢？正因為係咁嘅原因之下，所以我真係不厭其煩地講我好唔中意睇東張西望。東張西望去報一啲所謂嘅民生嘅嘢，即係可能係講緊邊個投訴邊個啊，邊個俾人打啊，邊個俾人呃錢啊，邊個間屋又唔知點樣啊，邊個嗰啲嘢，其實呢，唔知就好過知嘅。一嚟即係退下一萬步嚟講，知嚟冇用啦，除非你知道咗之後你會出去幫佢啦。其次係如果你係因為知道咗有相應呢啲咁嘅事件，跟住從而係令到自己有所行動嘅話，推咗你一步去做一啲你原本冇諗過要做嘅嘢嘅話，呢個已經係佢哋已經好成功咯。如果係咁嘅話，或者係令到你產生個念去改變自己啊，或者係去迫使其他人去做一啲嘢，避免畫面上面嘅情況發生咗啊。呢啲就係佢嘅可怕之處，亦都係我討厭佢呢種節目嘅原因咯。唔係淨係佢，因為係呢類節目嘅原因。所謂嘅資訊節目，而嗰個資訊係唔係必定要知呢？好難取決。正因為難取決，所以但係呢個係緊局嚟㗎，緊局係咁耐都係咁樣，所以就冇辦法啦。正因為係冇辦法嘅關係，只可以乖乖咁樣做一個專業嘅人類。做一個專業嘅人類就係乖乖咁樣俾人整死。點解會話呢個世界冇改變？係就算你整到每一個地方幾個美好都好，呢個星球存在嘅一個好基本嘅問題係基本問題得嚟，係喺我認知到而家都冇解決過，係校園欺凌。校園欺凌係學校所謂嘅社會縮影。一日呢件事係存在於喺學校裏邊嘅話，你亦都唔好諗住唔同嘅社會、唔同嘅社區、唔同嘅地方、唔同嘅國家係會有轉機可言。即係最少我會覺得咁諗咯。如果你係想即係一啲大事搞到幾咁美好都好，你最基礎嘅一啲根源都未有方法根絕嘅話，根本任何嘢都只會係歷史重演咯。我只會覺得係真係咁。點解無端端會突然之間講起呢樣嘢？因為呢個亦都係世界從來冇變過嘅一種證明咯。真係可憐同可惜。當我有呢個認知嘅時候，係啦。希望係令我被人欺凌，冇人信我被嗰個人欺凌。希望係令全面目猙獰，手攜指令將我監實喺地。已大過回頭望，冇死到只係好運。唔敢諗，假如果是壞拖嘅話，仲會有乜嘢事發生？將問題提出，邊個會相信咁偉大嘅地方會發生啲咁嘅事？只係你亂講，再講件事出嚟咁，你就準備成為新一個問題。希望係令我俾人欺凌，冇人相信係嗰個人指令。
希望係零，求有人幫我伸出援手嘅人只會係零。我睇新聞冚世界，只係歷史不斷重現。我點諗到經過咗咁多年，都係仲冇人解決到問題。冇啲咁嘅事，你啲同學唔承認有啲咁事，只係你自己亂諗。我周身都傷，原來我只係自彈性身血痕，所有都係一場夢。你做咗咁耐，每有呢種事發生，你會點樣處理你？一有喜事，最唔想你會出現，係冇幫到任何事。我身心受創，原來我成為問題，永遠都係攞嚟賤。你教其他人冇事，我唔好理我唔死只係好運。成班人欺凌，冇人信呢度發生過欺凌。希望係零，時間快歸零，忍到最後唔使成為幽靈。以個下認知挑起問題，很肯定只會係我，一切都係我嚟到你退休時係你回憶錄入面唔會有我望得我記住。唔係你處理得好，係我處理唔好，唔係我運氣唔好，係你運氣太好。你冇做啱過，呢個世界公平有因果，我唔識啊，我淨係知道我咁就一世，只係我好彩冇俾你哋整死咋，唔代表你做得啱啊，仲忍你仲企喺佢哋角度諗，咁邊個真係會同你諗？難受就唔好受啦，飯台佬咁細個就要忍，幾時忍到大？一直忍只會令世界變壞，用自己嘅方法長通街啦，這都冇用㗎，俾佢哋知啦。世界就係殘酷先叫世界，用自己雙手打破希望，藉你一個零啦。希望係零。你知道冇呢個可能㗎。希望係零。就係、唉，有冇希望可言呢？係我悲觀啦，定係點樣呢？我唔知，我唔識分。雖然我好強調，只要活着就一定會有希望，但係當認知有好多嘢係以唔同嘅方法，即係以花式嘅手段去不斷咁循環同重演，又係咪真係要等一個有勇氣的碰撞呢？我就真係唔知啦。今天嘅時間先去到呢度啦。我除咗可以盡可能減少自己去知得太多嘢，或者係去吸收更多資源之前，
即係我要盡可能減少自己吸收資訊嘅機會之外呢，我唔知道有咩方法可以保護到自己身心健康。喺個樹窿，哪怕係去吐槽、去輸出不滿都好，唔係可以將自己心裏邊嘅各種感受、感覺去100%去抒發出嚟。我覺得我做唔到嘅，即係所有負面嘅嘢，我始終都係會剩翻啲喺度啊，受翻啲喺度，受翻晒喺度。咁所以只可以講祝我安好，祝我好運，就係咁啦。好啦，今天時間先去到呢度啦，又嘥咗好多時間。好啦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